毓民，多謝主席。你可以用多個10分鐘。多謝主席，多謝主席嘅。你唔好行出去就得啦。嗱，我繼續要問嘅問題咧，就係我喺第一輪嘅時候都有問到嘅，不過就換個方式問啦，係嘛？嗱，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喺2005年10月27日咧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致通過咧，就係參與呢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嘅嗰個即係締約啊。咁就即係通過呢個締約啊。咁即係話佢係一個締約國。咁我想問下湯生，你簡單啲答，我唔係好中意聽到你頭先嗰種答覆 ，OK？ 是否適用於本港呢一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由中國簽嘅？是否適用於香港？湯生，你從香港嘅角度答，你唔係可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角度去答啊？我了解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嘅時候係將呢個公約嘅一個內容啊，佢嗰個接受咧，伸延於香港，所以答案係是。唔係，我問題係是否適用於香港？你嘅答案係伸延至香港。嗱，喺呢個2005年10月27日之前呢，香港嘅廉政公署呢，佢嘅所謂反腐敗或者反貪嘅工作，或者肅貪倡廉嘅工作呢，未有中國簽呢一個咁嘅所謂公約嘅時候呢，佢都一路做緊噶嘛，係咪啊？係咪？湯生，你答。係。所以理論上佢冇直接關係，對佢工作係冇影響嘅，可唔可以咁講呢？即係話唔會增加咗佢啲工作，又唔會因為咁樣係影響咗傳統或者按照香港法例第204章廉政公署條例所定嘅廉政專員嘅職責或者廉政公署嘅職責職權，佢係唔會產生任何嘅影響嘅，係咪啊？即係毓民問你係唔係你就答佢，唔係毓民話唔係，不同意。OK，咁你可以講個理由，點解係你可以解釋有影響？你點解係？首先伸延，我諗係法律嘅字眼 extended to， 就即係話香港係要遵照，呢個係出發點好緊要。公約對締約國以及因締約國而伸延接受。OK， 得啦，夠啦。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公約伸延至香港，公約裏邊相關嘅規定，中國要遵守嘅，咁佢都要責成香港嘅 ICAC 遵守呢啲有關公約，係咪咁咧？湯先生，公約係要香港去遵守。OK， 係毓民。好啦，咁就毓民，聽解釋，可唔可以講講係廉政呢個 ICAC 嗰個條例同埋呢個公約有個分別？唔係，所以我會繼續問咯，我會話俾佢聽。等佢解釋咗，佢話佢要遵守。因為佢個答案係咁啊，所以我就會有啲疑問啊嘛，係咪？個疑問就係你一定要具體話俾我聽，即係話由於中國簽咗呢一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而你剛剛答覆我，又即係等於適用於香港嘅啦，因為佢伸延住香港。咁於是咧，對廉政公署原有嘅工作，佢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影響嘅。嗰個影響可能係就係話佢要執行一啲即係話中國要承擔嘅一啲國際責任嘅，廉政公署都要去承擔啊嘛。可唔可以咁樣講啊？湯先生係咁樣嘅，我理解係。好啦，咁具體啲嚟講，係唔會因為咁，所以你就要經常去接觸內地嘅部門。湯先生，嗱，我個問題就係咁樣，基本上係啦，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嘛，因為上次你嚟到呢度作證嘅時候，特別提到呢一條公約，所以我用心去睇呢條公約，同埋睇埋你即係話廉政公署條例裏邊第12條、第13條關於廉政專員嗰個職責裏邊咧，所有呢啲相關嘅條文，我睇唔到有任何一條係你頭先答我嗰個答案，即係話廉政公署會受呢一個聯合國即係反腐敗公約嗰個制約。中國簽咗呢個公約之後，佢延伸至香港，你要承擔一啲中國要承擔嘅責任，你都要承擔嘅。喺廉政公署條例裏邊咁多條，我睇唔到有任何嘅一條條文係講呢樣嘢嘅，啱唔啱啊？湯先生，你黃議員話佢睇唔到，呢個係議員睇唔到，我有不同嘅睇法。
咁你可唔可以講你不同睇法係點解同佢唔同咧？主席，你可唔可以容許咧？即係話，如果咁嘅話咧，我可以讀晒出嚟都得嘅喎。唔係，等佢好嘥時間㗎，不過係。毓民啊，唔緊要，等佢答一答好唔好？你問咗個問題，要公道啲俾佢答一答嚇。首先，你簡單啲答一答咯。點解廉睇法唔同？署條例12條包括規定專員嗰個職責，但係當中國係加入呢個公約嘅時候咧，中國即係我相信應該叫中央政府咧，係有一個指示，係要香港咧作為個締約國嘅一部分咧，係協助向任何締約國裏邊嘅人咧，協助應佢哋嘅要求，係提升佢哋嘅反貪能力。咁而呢一點咧，就唔係喺第12節，即係專員職責以內。呢度此其一。此其二就係專員職責裏邊咧，嗰個有一點啊，就係喺教育、宣傳、爭取支持之前嘅，我手上邊冇 Section 12。唔該。主席，我想用翻你字眼。唔該俾嗱，毓民，我俾你問呢個問題咧，因為呢個牽涉到係衡工量值嘅，因為佢又去咗33次，睇咗成百幾萬。明白。嚇，咁我俾佢問呢個問題咧，你可以咁去問佢，就係即係嚇，咁佢呢個牽涉到公約個問題啊，點佢要做，咁點要去使呢筆錢，我就喺呢個角度去考慮俾你問嚇。佢而家準備答我就係喺條例裏邊冇，但係咧就喺嗰個宣傳教育嗰度有，係咪？佢而家想咁樣答。湯先生，睇到未啊？如果你唔熟悉啦，你問我叫我俾權你，俾權你去問你個隔離個律師好唔好？好快進，我眼。你使唔使你隔離個律師幫你手？如果佢需要幫你手，你問我個。依條。嚇？依條即係12E啊，12E咧有一個可以。我係熟悉㗎，你講啊，你想講你講乜嘢？唔需要叫我。應任何人的要求。就有關消除貪污的方法，向該人給予指導意見佢把聲冇你咁好聽，協助但佢應該有權去讀出嚟嘅先，去解釋有喺度啊。我知佢講邊條。廉政專員的職責，應任何人的要求，就有關消除貪污的方法，向該人給予指導意見及協助。咁呢一個咧係反映廉署啊，係條例以內咧，專員有職責要幫人應佢要求。咁而我提出呢一點咧，就係指喺公約嘅範疇以內咧，呢個係中央政府嘅，我相信用嘅概念係指示，就喺締約國裏邊咧，亦都係做同樣嘅嘢。Okay. 我仲要提出一點，我就你唔需要啦，得啦，你唔需要，主席佢唔需要，答案有佢唔需要，你解釋咗啦，係啦，你解釋咗，你唔需要再講啦。嗱，主席，我要回應佢呢個。聽英文聽我講埋先，講咩啊？湯生，你講唔需要勞氣啊？我講唔講得？你講得。嗱，如果香港嗰個現行嘅條例係要有修訂，因為公約係要規定你要遵從。香港有咩嘢專員廉署而家未做得到嘅嘢咧？你要係履行你公約嘅責任，要改、要增加或者係減少。咁啊，其中有一樣嘢咧，呢個就正正影響點解咁多國際會議。我盡量簡單，因為有個審核嘅審核，可能係嚟而家1-2年內啦。聯合國有人嚟審核你嘅，即係嚟審核中國，包括埋香港。毓民，嗱，主席，我頭先個問題好清楚嘅，咁佢就扯到好遠。嗱，當然我哋會明白呢一個公約嘅簽署係喺呢個香港法例204章廉政公署條例之後，係咪？如果廉政公署嘅條例唔能夠符合呢個公約裏邊嘅規定，令到佢去即係執行佢嘅職責，然後即係代表特區政府係嘛喺呢個中國簽約底下
去體現呢一個所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裏邊嘅精神或者相關嘅條文嘅話咧，咁你係要修改法例，係咪？所以佢答話應任何人要求就有關消除貪污的方法向該人給予指導意見及協助，呢個係屬於第12條，即係話廉政公署條例第12條廉政專員職責嘅12條 E， 我有喺度嘅 ，OK 係咪？如果呢一條就作為你解釋咗頭先你答我嗰個問題呢，即係我諗即係大家聽到你就好難接受啦，因為呢度再引申到呢，就由於你要應任何人嘅要求，就有關消除貪污嘅方法向該人給予指導意見及協助，而呢個呢，就變咗就係呢個協助嘅對象呢，就係內地嘅一啲部門，而呢啲部門呢，除咗公檢司法部門之外，仲有啲非公檢司法部門，你都要招呼佢嘅喎，係嘛？你要向佢即係如果佢有要求嘅話，就消除貪污嘅方法向該人給予指導喎。你可以引申到咁喎，所以你日日同佢飲烈酒，都可能係即係出師有名嘅咯喎。所以我一定要問，呢個就牽涉到成個開支嘅問題嘅咯喎。邊啲人你係應該應佢嘅要求給予即係指導？邊啲人佢冇要求，你又給予指導，係咪？嗱，呢個係一個，所以嗱，我要先將個前文後理解釋清楚，跟住我會問問題。我就問你個問題。主席，嗱，你喺制定預算嘅時候，有冇同立法會作出交代？若干嘅支出係用嚟向內地有關部門為實施公約提供協助，包括你正話答嘅12條 E。唐先生喺制定財務預算嘅時候，廉署係有既定嘅機制。制定嘅時候，程序上呢係冇同立法會有一個諮詢嘅。我可唔可以講一講嗰個機制？唔需要，主席，我唔需要知道。我淨係問立法會。我哋立法會好清晰、好清楚地知道我哋係點批錢。你講翻，你答翻佢問題，你係點答佢？你自己答佢，唔需要解釋個問嗰個成個。唔係，如果佢聽唔清楚，我再講一次。為咗實施公約，提供協助。佢話冇啊。OK。話咗。佢話咗冇。OK，好得啦。咁我第二個問題。嗱，頭先湯顯明咧，佢冇辦法指出一啲相關嘅條文。就係話佢必須要去做呢一樣嘢嘅，喺個開支上邊，要食咁多餐飯，飲咁多烈酒。當然飲烈酒咧，我哋嘅理解就係因為內地啲政府部門多數都係飲茅台啊，或者五糧液啊，佢中意咁嘅。咁你順應佢嗰種文化，我只能夠咁樣理解啦，係咪？咁多烈酒嘅原因就係你多接觸內地嘅部門啊嘛，係咪？咁然後我哋要了解嘅就係接觸內地部門咁頻繁，係咪有個需要啊嘛？之前我問你問題，你冇答我，就係嗰啲非公檢司法嘅部門，你有冇接觸？我希望你即係可以答呢個問題咯，因為佢都可能有人要求你指導佢點樣防貪噶嘛。根據呢個12條 E， 係咪？所以主席，我想問佢就係，除咗呢啲公檢司法機構之外，佢仲有冇接觸內地嘅部門，同佢工作有關嘅？你可以答佢同你工作有關，點協助去宣傳？係反貪嘅嚇，係主席，我回顧上一輪議員問嘅時候，你唔需要回顧，你而家答佢個問題就得啦。答一答喺嗰個審計報告提及個籌作事項裏邊，我首先喺嗰個環節，嗰個環節裏邊咧，我即刻可以大家睇睇附件，慳時間咧，係有一連串嘅內地嘅人亦都有參加一個大型嘅節目，裏邊佢哋每一個人比較低級啲嗰啲咧。你唔好理高級低級啊！你答佢有冇咁嘅？有喺你個工作上有冇？主席，我重複我問題。佢識嘅。除咗公檢，即係公安、檢察同埋司法機構以外，其他嘅政府部門，舉例包括統戰部。或者黨嘅中紀委 ，OK？ 呢啲部門，你有冇用過公帑、用過開支去同佢哋食飯、飲過茅台？咁夠具體未啊？
你可以答佢從你工作嘅法。就我所知冇阿湯生，你諗諗先，諗唔好咁急答住，好唔好？等我叫你答，你先答。你唔需要咁急答嘅，你急答你從咗佢個問題問乜嘢？你係做廉署嗰時期間啦，你有冇請過佢哋？你請過佢哋係點解要請佢哋？咁簡單，你咁答佢好唔好？因為佢個問題都幾深入去，有個理由喺度。咁但係呢個係咪牽涉到衡工量值咧？又係，但係咧又點去到邊部分咧？咁就等你自己去答佢好唔好？你唔需要解釋諗到咁複雜化，你係好簡單化地去答一個咁複雜嘅問題，好唔好？除咗公檢法，你講事實就得㗎。執法部門以外，有冇同其他內地機關人接觸用公帑請人食飯？有得 OK 得啦。有，但係有咩人嗰啲我未。唔係得 OK， 嗰個唔需要。跟住個問題就係、你同內地呢啲非公檢司法部門嘅接觸，是否符合條例第5條廉政專員職位，即係保障專員獨立性嗰個要求？你記唔記得第5條講乜嘢？唔記得，我喺度讀一次，好簡單嘅啫。佢記得啦。一、廉政專員在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負責廉政公署的指導及行政事務。2、除行政長官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其他指示和管轄。3、廉政專員須按行政長官認為適當的條款及條件擔任職位。4、廉政專員在任職專員期間不得履行任何其他定名人員的職責。嗱，個問題就係你同內地呢啲非對口嘅部門嘅接觸，再加上你喺你任滿之後接受呢個全國政協嘅委任，所以你必須要同我哋解釋，你喺同呢啲非公檢司法機構以外嘅部門嘅接觸，係基於第12條E，應任何人嘅要求，就有關消除貪污嘅方法向該人給予指導意見或協助。我當你勉強呢一條行得通，咁就唔該你具體將你同呢啲部門接觸同呢一個12條E嗰個關係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否則嘅話你就係違反咗呢個廉政公署嘅條例。OK， 另外我哋對你嗰個廉政專員嘅獨立性就會產生質疑，因為你後來做咗全國政協，我唔知你知唔知全國政協係乜嘢？全名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你可唔可以解釋呢個同我哋而家檢討緊呢個？唔係，我就係跟住 follow up 啫嘛，主席。佢話有同其他內地部門接觸過嘛？咁我就問佢：你同呢啲內地部門接觸係咪基於第12條 E？係咪？頭先前文後理有咁嘅講完。佢答晒你係從呢12條 E 咁嘅。如果你要問咧，唔該你解釋下點解你要咁去問下，好唔好？咁我個問題好簡單，你要解釋下個聯繫喺邊度？我有講頭先係條例嘅第5條，廉政專員嘅獨立性。佢明白。第5條係對廉政專員嗰個獨立性有好清楚嘅規範。OK， 咁你同嗰啲內地其他即係話公檢司法機構以外部門嘅接觸咧，如果你講唔清楚嘅話，又係使公帑嘅話咧，你會俾人覺得係咪啊？你嗰個獨立性係有問題嘅。OK。第二就係因為你接受咗全國政協嗰個委任啊嘛，人哋更加會呢種疑竇，更加會即係會比較深咁，所以你又有必要去解釋俾我哋聽，係嘛？我俾啲時間你解釋俾我哋聽，同呢啲內地部門接觸咁頻繁，湯生所謂何事？當然包括香港嘅中聯辦啦，呢個係。湯生，你喺去問個問題咧？你可以你自己講，你做全國政協嗰陣時有個時間嘅，你唔需要答嗰個問題，因為嗰個咧係呢個報告以外嘅。但係如果你覺得嗰個問題去問個問題，同你喺呢個報告個期間裏邊有啲咁嘅有啲咁嘅拉楞喺裏邊嘅咧，你中意答，但係你要答要講點解會咁做。如果你係覺得係冇需要答咧，你只係話咧，你做政協嘅時間同埋呢個而家我哋
呢個第60報告第7頁嗰度咧，係講係關於你點去用嗰啲錢啊、請客啊嗰方面。咁你請客嗰個角度去答佢。喺12你已經解釋咗喺第5條嘅 ICAC Ordinance 嗰個條例嗰度咧，你個獨立性係確定嘅。咁你係又解釋咗你喺12E 嗰度，你點解要做呢啲嗰個情況？就喺12E 嗰度去解釋你個第5嗰個獨立性係你12E 你執行你嘅責任，但係點牽涉到去全國政協啊？有冇需要牽涉到啊？定有冇牽涉到？呢個我唔知啊。咁去問你，你覺得需要答你自己點答好唔好？主席，因為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因素，就咁啊！呢個有一個係有可以講得咧。如果你問一問你律師，問一問我可以俾你律師有一個 incriminating 嘅。雖然你係而家係有受保護，但係你都要保障你自己，你點去答好唔好？好。你需唔需要問你律師啊？我可唔可以？你可以問我攞人情去同你律師講好唔好啊？你攞人情。嚇好啊！我俾個人情你。毓民俾我等佢解下。湯生答得未啊？你自己答，你即係喺度。雖然係你受我哋嘅條例保護，但係你自己都要保護你自己係點答佢？知道嚇。係就議員提出問題，我了解。如果你簡單啲。第5條，你提第5條、第12條。第5條獨立性完全係要遵照。廉政專員係要遵照第5條嘅獨立性。第12條12E 係一個幫應其他人要求協助嘅原因，但係12E 唔係整體，我只係再提一提啫。係有呢個中國中央嘅政府咧，係有一個指引，廉署本身作為一個對外公約以下嘅單位咧，你講咗啦，呢度你答阿毓民嘅問題，亦都係㗎。同其他啲人有冇接觸？廉署每年嚟訪嘅訪客咧，外地訪客咧，數以千計，有一部分係我小部分啫，即係會自己見嘅。咁若然係宣傳部、統戰部，你唔需要答嗰啲其他邊啲喎？其他咩部門咧？嗰啲我冇特別嘅印象，我心目中反而有一啲對口咧係有用過公帑嚟，應該有用過公帑，應該請過食飯。你請食飯嘅係咪執行你12E？定係你執行佢而家係好簡單問你嘅啫，你可以唔答，就係問你有冇用公帑嚟請佢哋為你自己嘅利益去做？唔係，喂，即係佢問題就係咁，咁你係答佢有定係冇？如果冇咪答佢冇啦，唔使乜講咁多嘢啦。有請過內地非公檢法職系嘅人食飯。佢哋亦都有請我食飯，但係唔係為自己，係與工作有關。係咪與12E有關啊？你咁答翻嘛？係咪啊？同埋12E以外咧，亦都係同埋教宣有關。教咩啊？教育宣傳。
教育宣傳，都教育宣傳都係12E㗎，係咪啊？唔係嘅，唔係嘛？教育宣傳嚇，另外一個因為12幾啊嗰個你講埋出嚟啦，係冇？令到唔需要去再問㗎啦嘛。係。 12G 啊，教育公眾亦貪污的害處啊，同埋 12G 啊，得啦嚇。我會話連埋 H 添。 H、G and H OK，爭取因為我要落咗個 record 嗰度，好嘛？爭取合作因為要你答就咁樣。爭取合作係 OK 啊，毓民。支持。G 同 H 都唔係好適合㗎啦，因為嗰啲內地部門佢唔係香港嘅公眾嚟嘅，啊 OK，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簽咗呢個即係中國簽咗呢個公約之後，咁你話有啲指引啊嘛，咁我哋希望咧即係中國話中央政府俾香港特區政府嘅呢啲相關指引咧，最好提供一份俾我哋睇咯，係咪？呢個喺個公約嗰度寫得好清楚啊，毓民。咪指引啊！佢話有份指引俾我，俾中央政府有份指引俾呢個 ICAC 啊，俾特區政府啊，正話佢答你。阿湯生有冇咁嘅指引？我手上邊咧廉署嗰個文件，我係冇機會再翻閱。我呢個講法咧，唔係有冇機會翻轉？佢而家問你，又係經過你答，所以你答個問題要好小心去答問題，因為佢問個問題，你話有指引，咁佢而家問你係咪個指引喺邊度？咁你咪答，因為你頭先答話有指引啊嘛，係咪啊？有冇啊？你而家又清楚去諗一諗有冇先？我想指引又指示兩個佢都講過嘅，你可以睇翻個逐字。我可唔可以讀出我手上邊就作為任何嗱？唔緊要，你唔好讀出先。你頭先有講過啊嘛，但係你而家或者你話你要俾啲時間你自己去檢討下你頭先講咩，咁我哋都可以遲啲再問翻你，好唔好？可以。公平啲俾佢好唔好啊？啱，多謝主席。因為你公平啲啊，佢有時因為你嚇驚佢啊，你太惡啊，令到佢咧答你嗰陣時驚住。我同你充分合作嘅呢一節。我知係好充分，所以好多謝你咁合作地去。大家我亦都希望找尋到事實有關嘅。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喺2005年10月17日咧，就10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全票通過呢一個所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啊，即係要執行嘅。因為呢個係喺03年咧10月10號咧，中國外交部嘅副部長代表中國政府係簽字嘅，05年先喺人大常委會通過嘅啊。咁我想問下你，喺簽訂咗呢個公約之後咧，其實應該喺07年咧，如果我冇記錯，為咗履行聯合國呢個反腐敗公約，中國政府成立咗一個叫做國家預防腐敗局，有冇聽過？有。咁呢個咧，亦都應係啦。佢話有啊嘛，我又跟住我問第二個問題。問啦，跟住問題嚇。呢個國家預防腐敗局。阿湯生，你唔好答佢個問題，直接我叫你答你先答好。正式成立就成為中國第一個即係喺政府裏邊嘅所謂防腐敗嘅機構。嗱，07年就正好係你老人家咧即係做呢個 ICAC 專員。9月6號成立，7月1號就你做呢個 ICAC 專員，啱唔啱啊？湯生，我7月1號當然可以確定，我知道係07年國家成立預防腐敗局，邊一日我記唔到。唔緊要，我話俾你聽，你答你知道嗰部分係，咁即係你即係07年嘅7月1號做 ICAC 嘅 commissioner。我話俾你聽，07年嘅9月6號咧，中國成立呢個國家預防腐敗局 ，OK 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你唔清楚唔緊要，我講咗俾你聽。咁我問呢個問題嘅意思咧，就係話你作為一個 ICAC 嘅專員，你一定知道呢件事啊，係咪？咁嗰個肯定係一個對口機構嚟㗎啦。如果按照你之前所講嘅，喂，我哋要即係因為中國簽咗呢個反腐敗公約啦，香港係有必要一樣去履行，係嘛？呢一個反腐敗公約㗎嘛，係咪？咁佢為咗要去履行呢個反腐敗公約，佢成立一個防腐敗局喎。你問你個問題啊，個問題就係咁，
即係要清楚，大家都清楚。好清楚啊！你講得清楚啦，得啦，非常之好。因為我驚我啲表達能力差。好好啊！你一個對口機構係咪？咁你同佢一定係有好頻繁嘅接觸。但係我哋睇到可見嘅資料同埋文件裏邊，我哋係睇唔到 ICAC 嘅專員同呢一個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有一啲運用公帑飲茅台嘅呢啲咁嘅所謂飲宴嘅場合，係咪？甚至乎喺個即係審計報告裏邊，我哋都睇唔到嘅。咁你係咪好少同佢哋接觸咧？湯生，你答呢個問題咧，你就係從一個宏觀角度去睇，你就係嗰33次好，你就請幾多次食飯好，你數33次喺呢個角度，你見各個唔同嘅部門啊點執行你嘅工作咧？你喺呢個角度去答佢，同埋呢個衡工量值嘅角度去答佢，好唔好？你哋點對口要點做嘢？呢啲工作上我哋冇興趣理，但係你曾係我哋喺呢個報告係你點用公帑嘅角度去睇嘅啫，好唔好？係，主席，廉署執行我哋嘅任務係同內地嘅接觸咧，包括埋主要涉及到喺內地推行有關工作嘅對口，廉署係有幫預防腐敗局負責嘅人員呢係有接觸。我指出一樣嘢，預防腐敗局嗰個所謂班底嗰個組織嘅負責人呢，實情就係國家監察部，係佢哋嘅有佢哋嘅概念。即係話咧，你唔需要講佢個概念出嚟俾我聽。呢個我哋同我呢個報告，因為好多謝你咁熟悉呢個國家嘅問題。多謝主席，我係要佢答見過幾多？佢只係話你有接觸，喺個接觸嘅層面係你請佢食飯，喺令我哋啲文件嗰度裏邊咧，你係有啲請佢食飯，但係傾乜嘢？傾啊，大家點防貪啊？呢啲咁嘅事，但係你唔需要講咁多呢啲因為我哋咪要唔需要知道國家嘅機密，又唔需要知道ICAC 點去做，點去執行你呢個工作。呢個係你即係我哋係有呢一個立場，呢個立場就係衡工量值嗰度。你喺衡工量值嗰個角度去答好唔好？因為你越答咧，就越深越闊，咁咧就唔係超越咗我哋嘅範圍。雖然我哋啲同事係想去問，但係我都要有個責任咧，係拉翻入嚟呢一個衡工量值嘅角度，好唔好？毓民，你唔係呢個問題。多謝主席，我問完啦，多謝你啊，多謝你嘅包容，多謝。多謝你。